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你进前敢有去看时代革命内底济抗争者，即马是流亡伫台湾，遮的少年人如今大面是用心伫台湾读大学研究所，才搁就业，5冬后找到基本工资2倍的头路来申请定居这个管道。这条路若行袂通，咱的香港手足就要面对香港护照过期，伫台湾搁无身份的困境。最近，咱的行政机关准备要修订香港人士来台湾定居的办法，不过嘛，互咱济听台湾的国会议员甲朋友烦恼讲，会来影响到咱的国安。因端无别项啦，就是中国再来想空想芳，要侵略台湾嘛。但咱一方面要帮助受到迫害的香港手足，一方面爱顾台湾安全，就爱安怎来平衡？咱今仔日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嘛是咱台湾甲香港的律师Sam律师。大家好。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副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嘛邀请线顶参加讨论民进党立法委员林静怡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咱今仔日吼来讲香港人来台湾的这个代志吼，再来有5个管道，投资、读册、创业、技术，也是结婚，会使互香港人来台湾定居吼。咱来看今年甲旧年的资料吼，今年摕到定居甲居留的人数吼，比旧年的同期吼较减17%啦。咱即马行政机关吼要来修订新的办法，要互香港人来台湾定居内底有几个内容吼。你若是头坎的大学毕业，无需要工作食头路2冬，就会当申请定居哦。专业人才食头路5冬了后，找到基本待遇2倍的工作吼，就是差不多5万块就会当申请定居。另外，这个税金的优惠吼，嘛要延长到5冬哦，嘛要互无身份伫台湾居留的高中生伫台湾来读册。若是流亡伫台湾的抗争者吼，要专案来处理吼。总是咱会烦恼讲，这可能会影响到咱的国安。不过，咱看到中国对香港的手路是愈来愈粗残哦。即马高一个香港特首的参选人李家超，伊有一个镇压抗争者的歹探听吼，使人真正会烦恼。这个代志咱今仔日要来探讨吼。大先，咱先来看香港人吼移民来台湾的资料啦。根据咱整理的原因吼，香港人较爱来台湾，较爱移民来台湾大吼，有几个原因。头一个是台湾遮咱就较自由较民主哦。另外，台湾是一个有人情味的所在生活搁较轻松。大学教育的机会较侪啦，物价、房价比香港较低吼，离香港嘛较近，文化嘛有接近。总是咱爱知影吼，香港人移民来台湾吼，其实咱今仔日要讲的代志吼，甲咱整理遮的云端掠外，阁有一项，咱看到。2019年到2020年吼，申请来台湾的香港人的人数吼，是一时就称悬哦。这个空室的是居留，感觉式的是定居吼。伫这个2019到2020，拢熊来称悬。这云端就无别项嘛，就是因为反送中的抗争吼，咱大先来请教范律师吼。香港人的移民潮，我们知道，在1997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97年之前，甚至有大量的香港人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这个城市，在那个时候也振兴了这个城市低迷的经济，甚至现在温哥华有一个香港日啊。北美的人还会说，如果要吃最好吃的 dim sum， 要到温哥华去。那其实我们知道，在1997年之前，这个香港的移民潮就和政治无法脱离关系。如何来看香港这20-30年来的移民潮，以及如何影响到现在我们讨论的事情呢？我看到在97年前那一波移民潮，跟现在这一波19年之后爆发的移民潮，有一个比较大的分别。大的分别是，当时真的很多香港人是避秦，他们没有强烈的政治的一个原因，或者说一个政治的理想。但这一批在19年抗争出来的人，那就是无论是移民还是难民，
无论是那个移民的人还是逃亡的人，他们对于中共甚至中国这个想法有一个天然的抗拒。是这个抗拒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是逃避，选择一个新的地方开花结果。现在不是单纯这个而已，而是说希望跟所在国，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是为民主自由的理念更奋斗。是，那当然这个地方是每个个别的情况有不一样。我看到台湾也是在这一方面给了很多香港人的一个优惠，我再三感谢。我自己是一个从香港来的人，那我觉得说没有台湾这个地方，我可能在香港已经被捕了，因为国安法的原因嘛。但肯定台湾提供一个地方让我落地生根。我20多年前入籍之后，在台湾也是成为了台湾女婿，我感觉到非常的恩惠。这一次大家看得到是移民潮有这么大量的情况，当时是没有难民这个概念的，是好，当时只有移民。那这一波你会发觉到19年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是，移民跟难民都有，就是逃亡者就难民嘛，跟那个普通移民的香港人都有。是，那我们要在概念上要区分这两者，就不能够把它就并起来讨论。是，因为大家要知道说，在难民那个地方，尤其是我们说手足了，刚刚讲到手足这个概念，他们在这一边就是成为了居民，可能说一直用读书方法留下来。是，那这个方法留下来的话，是不是有另类的方式，可以给他们通过工作的方式，能够贡献台湾一定的年份，能够在这一边去成为一个国民，这个有可能。另外一批的是在难民以外的是移民，是怎么办？那我个人觉得说，对于这些难民本身的帮助，应该是成为一个共识吧。如何帮助，帮到什么点，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可以理解。移民这个地方必须要谨慎。那这个新的政策的推动，当然是扩及这两个层面哈。是。那待会会讲到。那所以这两新的层面会不会说要有一个清晰的界分？就等于说对难民的处遇是一套，对于移民的处遇，要不要去允许他们来定居，或者是允许他们的那个条件各项的审查怎么把关？我觉得要分开来看待。是。好，观众朋友，律师讲到一个足重要的观念移民甲难民是无同伫1997年进前，香港有济人移民去别个所在，迄是主动要去无同的所在来徛起难民，咱来讲19年到2020这中间，因为受到迫害逃亡流亡来台湾这的人，咱叫做难民咱处理这两项代志是爱用无同款的手路。处理移民，咱真正爱较细致。难民用人道的方法咱要甲帮助即马咱要修订香港人来台湾的办法这的修订的报道，咱先来看。这几年来，中国亚济香港民主、当地民主派人士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为了提供协助，咱政府原本5月1号要来公布放宽香港专业人才来到台湾定居的相关方案。不过，几名民警留意看了这办法了后，质疑讲可能会有浪棒和中国情报人员渗透来到台湾，认为讲无需要细一点，用这专业人才名义为这香港民主派人士来解套，还是讲应该协助，就直接提供因协助。专案审查跟国安审查并进，然后如果有专案人士，让他走一个更正常的路，以免说台湾有一些里应外合中国的企业，他们就用专才的方式把放在部件在香港很久的这些人，然后透过这个方式就偷渡进来了。我觉得政府要开放他们进来，应该有一整套的评估，我不是一下说好，一下说不好，不能用完即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是质疑，蔡政府是毋是改变对着香港人的态度？面对着立委大家无同的看法，包括着国安会、行政院、陆委会，还有内政部讨论了，决定提出4大把关机制，分别是居留审查、5年观察期，每1年到2年来审查一届，居留的身份、专案认定、审查专业能力，评估这申请的人数对着国内就业市场的冲击。另外，国安审查未来降低国安风险。立法委员针对相关措施的提醒与建议，本会深表感谢。也会持续进一步沟通，化解疑虑，争取支持。待意见整合、凝聚共识后，将尽快公布实施。
有一寡伫咱台湾的香港人组成的香港边城青年团体是发出声明表示，虽然希望台湾得协助香港，不过嘛知影中国渗透的危险，因是呼吁台湾政府要针对无同的状况来完善法规。伊嘛强调在香港局势真复杂，在支援香港的议题要真注意来处理，希望有机会当向各界来做对话讨论，提供因对着相关法令的看法。记者张志宏、陈立峰台北报道。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讲吼，流亡伫台湾遮的香港的手足吼，因的诉求是一个叫做 HF177这个身份啊。这个身份是啥物意思？就是因为政治的因素吼，互伊有危险吼。经过咱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审查通过了后，会当用这个身份来申请伫台湾定居吼。咱香港手足的诉求是用这个身份。来进行这个定居的申请哦，咱大声来请教线顶的林委员吼，虽望有这个身份，总是咱的政府、咱的陆委会一直无使用这个条款吼，咱政府甲执政党的烦恼甲担心顾虑是啥物咧？我想咱即摆真侪大家讲思考了较复杂的部分，包括一个上重要的前提，就是讲，咱嘛希望保护咱台湾人内底的安全，但是嘛要同款要保护，因为特殊的原因来到台湾的遮咱香港的朋友，所以你当时要做安尼保护的时阵，你若讲特别用啥物程度来做到伤明显的时阵，大家拢知影迄是啥。哦，咱台湾内底毋是真安全，咱老实讲，个台湾内部都有一定有中共伫内底一寡分子嘛，甚至咱嘛知影一寡政治的势力伫内底。所以你若讲咱伫即内底做法内底，你互咱保护的香港人，真倒去互发现是啥人的时阵，我想对因来讲嘛，毋是一个安全的做法。所以这点是真正咱各部会内底吼较困难去处理，啊嘛讲希望讲咧安怎会当交包较交全的专案，但是这个专案内底佫莫互发现。这是一个我爱承认讲，这伫咱主管机关来讲，真歹处理的一个做法。过来，我先解说一件代志，真复杂，就是讲，咱其实若讲用外国人的台湾，就是外国人的法啊。譬如讲，咱即摆用的这个外国人专业人才这个法是针对外国人。是。但是伫咱的宪法内底的香港人，佫毋是外国人，吼。香港人，咱讲港澳条例嘛好，咱的陆委会、咱大陆人民关系条例嘛好，即内底的条文内底，伊佫毋是用外国人的身份，所以讲变做你若要去处理即条的事，第一项你嘛是，我必须要讲，陆委会嘛是爱考虑到第一项伫国内对中国的一寡威胁的一寡考虑。第二点是讲，即个动作做了大的时阵，你等于是对我直接去宣布讲，对，阮认为香港甲中国共款拢是外国人啊，安尼的时阵是。直接挑战那个两岸敏感神经啦，我了解老实讲是安尼。啊，所以讲即摆在处理的时阵，我会当了解陆委会甲内政部因在处理即条，主要其实嘛是希望讲，因为中国对香港的压迫，啊，咱台湾人嘛都唔甘，台湾人嘛认同讲，咱台湾遮几啊年用的语言佫共款，啊，咱佫有自由的文化，应该是足欢迎真侪香港的朋友来到台湾。你要伫台湾久居，会当时维持香港人的身份，嘛好，也是即种就是讲，一种是认同台湾，要变做台湾人；一种就是讲，我用外国人的身份留伫台湾，这是真侪其他外国人伫台湾嘛是安尼嘛。伊来台湾足久，但是伊无摕到台湾的身份。啊，即摆陆委会要处理的这个法条内底，就是像拄仔讲到的，有真侪这段时间可能有受到迫害，还是讲特殊的身份已经无法度等于香港。啊，伊想讲咱用一个法律来互伊安尼会当继续留伫遮安全留落来，安全留落来内底是要变做台湾人，还是要变做安全留落来，但是保留有香港人这个身份，这两条伫陆委会的这个教案报告内底要无足明显的吼。但是是安怎会发生讲大家疑虑，就是讲，其实伫陆委会出来的资料，伊是要保护遮咱需要特别保护的遮香港的朋友，但是伊袂当讲较，所以伊袂当讲较足明的，我老实讲。啊，但是袂当讲较出名的时阵，但民众看到的资料就是，哇，啊，你到底是偌济人要来啊？吼，所以讲在资料内底无法度讲出名，当然民众会有一寡怀疑，会有一寡烦恼，啊，反映互阮叫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吼，我嘛佫讲一个真趣味，我是伫国防外交委员会。国防外交委员会其实即条毋是我迄个委员会处理的，因为你是咧处理外国的问题。对，啊，这就真复杂。你香港人佫毋是外国人。
但是你即摆要搁用外国的遮专业的人士要留伫台湾的法，但是伊用起来甲外国人伫台湾，比如讲，咱进前的这个外国专业的人才伫台湾内要摕到久居长久居留，这个权利伊会当摕到，但是摕到了后，伊若要变做台湾人，伊要摕到台湾的国籍的时阵，伊必须要放弃伊原来的国家，比如讲伊是美国人，想要伫台湾摕到台湾的国籍。参与台湾的政治，你要放弃美国人的身份。但是呢，伫咱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甲港澳条例内底，香港的朋友来到台湾来摕到定居了后，伊其实伊就有法度申请摕到台湾的身份。但是摕到台湾的公民权的时阵，伊同时要留有伊香港的身份。这点是咱伫法律内底，就是一部分是用外国人来处理，一部分搁用香港来处理。香港伫咱的法律内底，伊是陆委会管的，陆委会是内政。这就是这个部分，你要讲足明，还是要互民众了解的时阵，真复杂。我嘛知影讲，咱的主管机关真歹母的部分。我必须要讲，我拢了解这内底困难的部分。其实我刚甲陆委会甲相关的单位开会的委员，我嘛是拢希望会当照顾这阵足特殊。因为咱的讲反送中以后，真侪受到迫害的遮香港的朋友。但是这内底你共款，因为我去年我才去过土耳其，我在处理难民的部分，去了解难民，你要甲一个社会去融合，上惊就是造成大家之间的矛盾、困扰、甲互相的无信任。陆委会这条的法律要出来进程，其实已经是讲了无真清楚，尤其是咱讲5年，大家拢知影5年，但是其实伫对外伊无讲着讲5年进程，就先有国安审查啦。是。所以这点无讲清楚的时阵，当然咱的民众会烦恼，咱民意代表去了解了后，嘛是甲陆委会甲咱内政部讲着讲，你头前甲后壁的国安审查，以及我拄仔讲着，你要同时用着外国人专法，搁要用着香港人专法，你这两内底有权利义务的问题，搁对其他外国的专家来到台湾，搁无啥有公平，所以你爱有一个较好的说法，也是讲限制一部分的权利，但是搁有一部分的权利会当互咱香港的朋友，安尼是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拢知影，咱爱甲咱遮香港的手足斗相共，但是解除大家疑虑，或者融入台湾社会的手足，嘛未受到台湾民众对因安尼无理解的部分。我相信这是咱行政单位、甲咱立法单位爱必须搁开一寡时间去做的部分。是好，咱过来请教吴老师吼，林委员讲到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啦，就是咱这摆的修法吼，其实是在回应香港流亡伫台湾的手足的这个要求甲诉求吼，总是若是真正要处理咱讲这难民的问题吼，咱台湾内底有中国的照牌啊，若是讲甲足明的嘛是危险的代志吼，总是这另外有一个美感吼，就是咱台湾若是真正大主大意要来处理这个香港流亡伫台湾的人士的代志，这可能会去犯到中国，嘛会互咱甲中国的关系有一寡矛盾，敢毋是安尼？是，我想吼，这还我林委员吼，甲尚律师嘛，已经拢有讲到。其实这件代志吼，修法的部分是足复杂的，要甲复杂的代志讲互较简单的，这就是有一寡人吼，挂拿介绍金开始咧。这插坑的部分，这是我感觉上介复杂的部分。咱看这张4G顶头吼，咱看就业的定居的部分，会惊有人会惊吼，这比阮撇户定居的部分会搁较济。吼，所以咱看到讲就业的部分，这量到底偌济？哈，我委员已经有讲了，有足济人有这种烦恼，到底有偌济人来申请，唔知影。但是因对着安尼的代志来讲，就只看到讲到底是就业的，还是撇户？因即摆是惊讲，这就业的会比撇户搁较济。这个部分讲袂清楚，这头一个。第二个部分就是讲，既然讲袂清楚，这就足侪有心的人吼，会当伫内底吼做背会的时阵，去甲你塞人。也就是讲，咱看到讲，即个时间点吼，你看咱台湾疫情嘛足严重的，最近嘛是有一寡迄款足侪议题会当讲的，但是常常咱看到讲，伫网络顶头都看到足侪人在讨论这香港人来台湾的即个身份。其实咱捌知陆委会吼，伫两党进前就开始成立即迄款
迄款交流办公室，就是要处理这香港人的身份的部分。这香港人其实来到台湾了后，其实因嘛拢足惊啥？惊安全的问题。对。这安全的问题，这毋是干那香港人惊尔，咱台湾的政府嘛是拢足惊即个部分。所以惊的部分，咱看了，咱政府头一个爱强调的就是国家安全绝对无啥物让步的空间。对。但是第二个部分就是人道救援的部分。这救援的部分是应该救的、该救的，爱甲救入来。但是即第二部分，你阁袂当去弄过去甲全世界讲你看咱台湾救偌济人。所以咱看到讲，即摆有一寡迄款选民吼，伫网络顶头就开始讲啊，你看遐寡迄委员啊，佮包场看电影，结果伊煞无法度吼，或者难民，或者迄款香港人会当大量入来台湾，因拢干那嘴讲的尔，所以伊伫中伫做这使人的部分，所以咱看到讲有的人是换哪假收金。挑工伫内底甲你牛条来搭有无？这林委员是受害者，不过另外一边嘛有受害者。是。用研究院的吴老师，敢毋是？咱看我伫网络顶头，我就看有足侪吼学者内底伊长期吼咧关心香港，吼伊不管是议题也好，还是亲身去接触这个香港人，甚至伊嘛有写册写啥物《寻诸中国》这本册，这伊对香港研究、对中国研究、对这人权民主的迄款长期的迄款爱好，其实咱看到是讲，咱看到这个人、这个学者，伊是长期有这款态度立场。但是咱即摆看到讲，伫网络顶头竟然有一寡小粉红吼，就来甲你背讲你干那讲嘴讲的尔，讲的尔拢无实际行动，是就讲你甲看，恁政府甲你学者的立场拢无啥共款，其实无啥共款的。不管是学者也好，还是政府也好，台湾的国家安全是上界重要的部分，这是袂通做任何含糊的部分。上重要的讲，咱看咱即摆政府遮尔济香港人来到台湾，要安怎保护因的安全，因的生活，这第部分就是会当做，袂当讲。是，所以咱看到讲，有一寡有心的人吼，伫即个时阵吼，挑工去甲伊塞人。你家己内底去做分化的情形，咱看到头一个部分，你譬如讲迄个政府甲民间之间吼，即个分化的部分。第二个，咱看到嘛有足侪台派内底吼，伊去用分化，因拢是足希望台湾吼是一个主体性的国家，但是咱看到讲，因嘛咧烦恼啥物物件？烦恼即个香港人入来了后，会去改变着台湾迄款选民的结构，迄个结构无？所以你看到讲，其实有足侪烦恼，就是这有心的人会当入来见缝插针的所在。所以你看了伊甲两边拢人的了后，伊就走。其实伊有达到啥物目的无？有分化的目的，甲台湾的社会分化，互你无相信我，我也无相信你。尤其是咱看到上较好笑的，真像足侪老师，伊是拢长期在研究即块。结果你去甲怀疑讲伊的态度、伊的立场是毋是无爱台湾，是无支持香港，这是一个足互人感觉足奇怪的迄款情形。但是雄遮一个网络迄款选民走出来的时阵，你就会想讲，这敢会是一个有组织的攻击行动？不管是攻击委员也好，攻击政府亲像陆委会也好，还是攻击咱台派也好，其实咱看到讲，伊分别去攻击的时阵，伊是无啥物成本的。甲你分化了，你无相信我，无相信你的时阵，台湾就袂团结。袂团结的时阵，你就无法度团结去对香港，你就无法度团结去对中国。所以中国就有这个时阵，有这个机会会当击败做这个机会。其实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个法的部分吼，即个陆委会因来做这个修法的动作，其实韩国委员嘛有讲到。这是因为迄个外国迄个人才引进的迄款条例。咱即马先来讲，台湾香港人伫台湾面对的这个困境啦吼，观众朋友爱先爱提醒吼，咱正港的台湾人听台湾，事实上流亡伫台湾的香港的手足嘛是听甲咱共款听台湾，因为伊无希望台湾变做一个无自由的所在嘛。总是因拄到啥物困难呢？因即马的管道吼，就爱伫台湾读大学4档吼，搁食头路5档，5档了后，伊这个第5档最后一档的迄个待遇吼，爱是基本薪资的2倍啦。这是唯一的办法。咱香港
这个香港人的诉求吼，因较支持要用咱拄则所讨论的HF177的这个方案吼，总是因肯定咱即马修法的这个方案，总是因嘛讲，因嘛有要顾国家安全吼，咱台湾的安全以及这个中小业的限制吼。我们来请教商普律师，我们在报道里头看到吼，很多香港的手足现在在台湾面临到我刚刚说的这个规范，他必须要工作5年，然后找到薪资基本薪资2倍的这个工作吼。观众朋友，咱实在讲啦，若是要比基本的工资较悬2倍吼，亲像阿土这款的读文学的会惊呢，敢真正做会到？也就是说，有很多例如读文组的我们香港手足，他会烦恼说，他万一找不到怎么办？就是对于未来一个不确定性的这个担忧，同时他的香港护照也即将要过期了，那会变成一个没有身份的情况。那这个困境，香港手足们面临的困境，具体来说是怎么样的呢？对，我相信有很多的手足，他们有很多的梦想想去实现，但因为这个1920年的那个19跟20年的那个反送中运动，他们有遇到很大的挫折。我再讲一次，台湾没有责任跟义务接收任何难民跟移民啊，但是他们的真实的想法是，希望在一个新的地方继续他们的梦想。他们可能有一些已经读到大3、大4，那就被迫要流亡。那这个时候要从大学1年级读起，就是4+5，9年时间会不会嫌很长呢？那如果说单独来看，那当然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但是肯定，如果说他们想去，不是花钱，因为他们手足流亡没有钱了。那他们如果说可以去投入到这个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台湾是少子化，那而且更说需要揽才，那这个时候他们可不可以工作来取得那个有可能成为国民的身份？当然，难民跟国民是2个不同概念。难民要不要成为国民？我觉得说起码要做到几个重要审查。第一个，他这个人符合国家的国民利益；第二个是国家安全无虞，国家安全要查3代，要查他的言行，有生以来的言行，而且更重要的要时间来检验。那原来的 HF177只有2年时间，那这个是比较短，所以我看到就是不断的沟通过程当中，我看到当局都是希望延长这个时间，而且需要他们工作。从2年延长到5年，而且必须工作，而且都需要是看到你有实际上的自主谋生的能力，通过这个方式来检验。你看到现在有4个关卡嘛？居留审查是白领专业人士，5年观察期基本上是居留期间每1到2年审核1次居留身份，专案认定要质量双控，就基本上量要有配额。而且证实他是真的对台湾有利的工作，而且国安审查，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可能当局还没有说的，是必须要有国家认同。你知道，从97年刚刚问到97年的时候，跟现在有个很大的分别。我就说，以前那个时代的人，很多大中华教，而且是非常自傲的人非常多。从这10年以来，我觉得香港人受到这一股本土思潮的影响。他们就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这个想法慢慢就出来，而且这个对于捍卫台湾，要阻止1国2制的噩梦在台湾出现的，又有觉醒。参与这个运动的年轻人，大家都是很年轻，无论是年轻人，还有我这个中年人，还有老年人，都完全被带动。那如果说人口比例来讲，我觉得超过1半都有这个新的觉醒，放弃他的大中华的那个统一梦想，而且放下以前几10年前的自傲的气焰，那真的能够谦卑的在这一边用感恩谦卑的心来面对台湾，不是有求于台湾，而是真诚的觉得说台湾完全不一样。这个是我觉得为什么说这一波的人有新的一个看法，是有新的想法是这样子。那网络上有很多传言说我曾经主张过他们有参政权。其实这个是子虚乌有。你听过整个录音的访问，我从来没有讲过这3个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
不希望剔除掉港澳条例第16条。第16条是讲什么呢？是说一个香港人要定居入籍满10年才可以有被选举权。哦，你想想看，如果要贸然废弃掉整个港澳条例，你连这个条文都会被废除掉。所以我们要很精细的面对事情。我不是说港澳条例不适合废除，那最终港澳条例跟两岸条例分立的基础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一国两制嘛，现在都已经不存在，所以要有个时间更细致的处理。那比方说这个第16条是讲到这个地方，我是支持的，因为也不可以说从外面来的人这么快就有这个参政权，不可能。而且我重点从来不在参政权，而是说刚刚讲的有一批手足，他们来这一边在读书，但是他们的特区护照可能明年就过期了，他续不了，他回不了香港。那你特区护照过期，就变成实质上的无国籍人士，就永远买不了机票到别的地方去。哦，那他只能够待在台湾继续拘留，当然刻苦一点、困难一点啊。但如果台湾觉得说这一帮人有机会有潜质成为国民，通过国家安全、国家的认同台湾国家，而且要捍卫台湾，而且更重要的是国民利益不要太多。那我觉得这一些都可以成为一个依据。这个是难民是如此，移民呢，资格的严审要更加严格，条件更加严格，跟难民完全不一样。对，但是刚刚的三观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细部的规定哈，观众朋友，Sam律师拄则讲到2项最重要的代志。第一项吼是香港人伫这10冬、20冬的期间吼，因为受到中国的压迫吼，因的思维渐渐有改变，对本地、对政治吼无啥物有要交叉吼，无啥物关心，变做即马有一个香港人的意识吼，感觉香港人毋是中国人，甚至更较认同咱台湾这款民主自由的制度吼。啊，伫咱这边的修法内底吼，咱的陆委会吼有4个这个审查的制度吼，头一个就是居留的审查，用46种的身份吼来审查你要定居伫台湾的资格。第二个就是爱5冬的这个观察期吼，就是1冬到2冬就进行一摆的这个审查吼，确认你的这个条件敢有改变。另外是专案认定，专案认定就是讲检查你的这个专业的能力，你敢有法度伫台湾来徛起。最后一个是国安的审查，国安的审查是针对敏感身份的人吼来审查，伊比如讲国家认同啊，伊敢有认同民主自由遮的这个这项的代志吼，总是咱即马来请教线顶的林委员吼，虽望有遮的制度，总是伊有一个就业的这个办法，就是开放专业的人士吼来台湾，来台湾买当申请，就会当来定居吼。虽望有遮的制度，总是咱若是要专门要处理流亡伫台湾遮的香港的手续啊，改一个法律，煞变做互搁较济的人会当来申请，咱是毋是咧烦恼济？我想即条代志有几项代志是安那即摆会变甲较复杂，是因为讲咱陆委会吼，可能因为陆委会本地我知影因咧处理即条处理足久的啊。啊，处理的过程内底，可能应该咱一寡团体吼，尤其是像律师这边，真侪团体有真侪沟通。但是这个过程内底，其实在立法院内底，因为像最近有的民众打电话去问阮的立委，我看到真侪讲法，迄真侪立委，你因为条都毋是伊的委员会的代志，阮其实伫别人的委员会在创啥，阮较无时间去知影啦。所以我有的委员是真正接到电话，感觉讲啊，哪有当时有这条嘛唔知，但是当然这条理论上来讲，伊伫陆委会下骹的一个办法尔，这种办法唔免经过立法院，所以讲只要是伊家己相关的这委员会看过，差不多会使啊。当然伊去宣布就会使，所以迄个时阵是宣布5月初伊要宣布，但是5月初伊要宣布进前吼，其他的委员会的委员去用问着，还是讲有一寡咱不管是讲是有心嘛好，还是讲去知影注意到这条也好，一看到这条是发现讲，啊，到底人数是偌济，啊，到底是规大片去开，还是讲专案去开，无了解，所以我注意到这件代志的是礼拜4。啊，这个物件是礼拜日就要通过，就要公布，啊，公布了后就实施啊嘛。
所以是安怎？迄个时阵我毋是讲袂互伊过，我是讲无咱先讨论一下，互阮立委人了解了后，上少若民众甲阮问，我嘛知影讲答问题是出伫对，想要安怎处理。但是因为迄个时阵咱的陆委会的副主委搁在隔离啦，所以到尾是变做讲，安尼5月初1无先甲公布，5月初2大家再坐落来讨论。就像拄咱主持人问的，专业人士这边这条是足大的，足侪人的，甚至我若讲伫外国人的专业人士内底，伊搁有无共款的条件甲规定，甚至讲咱真侪人嘛讲着讲，真侪外国的专业人士来到台湾，伊上尾要摕着身份，有法度选举，这条伊还搁先甲家己的国家的国籍放掉，这条甲香港无共款。这边你若讲是专案，因为进前甲搭拢是专案，所以迄天阮所有委员嘛讲，专案这边特别需要保护这边，阮拢了解，阮嘛感觉爱特别专案来甲处理。但是你即马对我，毋是呢？你是足大的人开出来，到底这专案内底，阮毋免互伊一个精确的数字，但是大概，你用一个安尼含安尼讲大概偌济啦，毋免做明确无要紧，但是解除民众的疑虑，想讲卖我1年1、2万人走入来，这个物件我相信是必要的。包括讲迄讲甲咱的立委在讨论的时，则讲着讲头前有审查，后壁佫有审查，咱即马公开讲出来讲5年会当摕到身份，这条是中的一个部分尔。头前审查甲后壁审查的部分，伫这个新闻出来的过程内底拢无讲着，这就是安怎讲民众有的民众会烦恼。对立委来讲，阮也毋是迄个委员会无甲这个相关的部会来问过的人，我嘛毋知影。迄刚开会才知影。当然，像我上律师讲着的讲。这个居留有法度安心留伫台湾过伊的人生，甚至讲留伫台湾过人生一段时间了，想要出国去读册，想要去其他国家找头路，有法度摕到这个身份，我相信大家拢同意讲，咱所有咱即马因为这段时间真困难来伫台湾、香港的朋友是需要这个身份的，这点我相信大家拢同意。民众的烦恼是审查的部分有法度落实无？另外一部分就是，咱咧讲着讲，像我讲，我就讲着讲，因为香港的朋友其实伊伫香港是公民，其实伊的公民权是不完整的。意思是讲，伊无像咱会当选总统啦，还是做好选伊的公民权是间接嘛，伊是特区。那安尼是你伫台湾到时阵用这个法律你摕到是公民权，甚至是5年以后就摕到。这点甲咱对其他的国外的人，甚至包括咱的合做这个婚姻移民的外国人，嘛无啥公平啦，所以是毋是讲一寡的所在咱用较宽松较优先，或者咱应该爱安置有机会伫台湾未来会当安身立命的遮，咱讲香港的朋友会当安心，但是一部分我像咱拄我上律师讲的，一部分小可有限制，互咱台湾也是讲来台湾遮外国朋友小可较安心，嘛是感觉较公平点嘛。我感觉遮拢是伫咱国内的这个因为要在讨论啦所以讲我迄天嘛有要求相关的部门，这几个细节的部分，佫小可佫安尼敲切一下，互大多数的人会当安心。我上尾要补充一点，我直咧讲的就是因为台湾人拢足好心，进前乌克兰的时嘛讲无乌克兰难民来好啦，咱会当收。进前叙利亚的时嘛讲叙利亚难民来啦，咱会当收。我定定伫这段时间，我爱甲民众提醒讲，难民来拢毋是短短的时间，伊到时阵会伫遮读册，会伫遮考试，会爱伫遮食头路，拢会甲咱原来的人有一寡咱讲有一些资源的排挤也好，权力的排挤也好，所以若这物件无处理甲遮诱导，真正会互要留落来的人，甲伫遮本土的人中有一寡冲突。即摆我上一开始我最无希望的就是讲，卖一寡资料不清楚的情况之下，造成咱台湾人本来对咱香港的朋友有一个想要来甲因照顾、甲因帮衬的这个部分，去互遮毋是真清楚的一寡法律的修订甲规定，造成大家疑虑，变做本来是做伙在对抗中国的这个霸权。结果中国伫遐咧偷笑，咱台湾人伫遐咧甲咱应该保护、应该纳进来，变做咱的朋友的遮香港的朋友，当做是对立。这就是咱所有不论是移民嘛好、难民嘛好，相关的遮政策内底，咱爱做有路爱处理的部分，就是伫遮啦。是咱大家不管是台湾人甲香港人，拢是在对抗中国。咱即摆看到这个陆委会的主委
区税政，伊讲这个就业登记的这个办法吼，即摆先延前日落来吼，大家先搁讨论的，亲像林委员所讲的，大家讨论较有路咧，才来公布，才来实施。总是根据这个咱四个这个办法吼，新查的办法，吴老师，你敢是有较小可无共款的看法，甲咱解说一下？是，我想吼，这学我委员嘛有讲到，足侪有一寡民众有一寡疑虑的部分，其实有一个疑虑的部分，就是讲居留已经有够。哦，无一定爱互因有定居的即个讲权利。哦，为虾米？因为定居落来的时阵，可能有身份权的即个部分。啊，咱看到吼，其实咱这16字内底吼，其实上重要就是专案认定的部分。尤其这专案认定的部分，其实咱看到吼，这就是人讲吼，这医生惊地扫啦吼，土水会惊掠漏。啊，咱陆委会就是专门在掠漏即个单位，掠啥物漏？掠国家安全的部分。啊，咱看到讲，其实咱所有人拢足惊烦恼吼，中共会入来台湾吼，会甲咱渗透，会甲咱分化。啊，但是咱看到，你不管是5年的观察期吼，其实萨姆律师嘛知影，其实咱有足侪投资移民的迄款规定。啊，其实有迄款记者嘛有讲到讲。啊，其实慢慢等到5档啊，其实阿强啊，若是要甲咱处理的时阵，伊可能伊直接用600万，互你去做投资，伊就当来做即件代志啊。伊是安个等5档，伫啊伪装的部分，吼，这其实咱的国安的漏空的部分吼，其实是爱甲掠漏甲掠起来。啊，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学挂即个这陆委会伊的即个做法吼，其实咱看到头一个部分就是讲，因为伊个国发会有一个迄款外国人的迄款条例在修，所以伊较爱来对咧修伊个陆委会内底即个条例。所以咱看到讲头一个，这是爱掠漏的部分，其他部分敢有即个问题？吴老师，小等者，你拄则所讲的，就是讲，若是中国要来渗透台湾吼，本地就有管道通好行，就是可能600万来投资，伊的这个绕牌啊，就入来，敢是安尼？会使安尼讲，因为咱个投资的部分，其实迄个咱有一个一个坎，但是这坎其实嘛无讲介悬啦吼，这是头一个部分。啊，第二个，你譬如讲读册的部分嘛是共款啊，其实。中共嘛是有嘛有可能嘛派人入来读册啊，啊甚至于你讲啊，你即摆有这条路内底，伊嘛当送人来甲你弄啊，啊弄的时阵，你若较严咧，伊就讲啊，你这对香港人无友善，啊你若心较放较冷的时阵，啊，就放这个人入来。啊，即摆是放冷，也是较严的。我感觉是放，伊即摆会较暗一寡吼。为什么？因为咱知影吼，其实原本的迄款就业的部分，甲原本的迄款政治庇护的部分，其实庇护就是爱有国安的审查的部分。啊，咱即摆看到即个就业的部分，其实咱看到佮加2坎出来。其实我感觉这16字内底吼。这专案认定的部分，什么叫专案认定？头一个部分就是讲，你伫这5档内底，逐档拢爱甲你审查一届。哦，不管你有，譬如讲你的行为，你伫台湾的这表现，吼，你的专业顶头有无共款无？啊，你的骨卡扫出来无？这头一个。第二个，你看到讲，这量的部分，咱的这个行政审查的这个部分是掠足暗的。吼，你袂使讲一个入来了后，一个就放开去。其实足侪人拢惊讲，这量敢会一个放开去？咱的陆委会有讲到啊，其实这个量的部分吼，这是行政权力，所以伊会掠足暗的。啊，咱即摆民进党政府在掠即块时阵，对国安有疑虑的时阵，伊甲掠出来。啊，你若讲啊，另外若是换政府的时阵，其他政府会放开无？会这漏空会更较大无？这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咱看到讲。当然，即摆执政党内底，伊是要专门咧掠迄个国安的疑虑的部分，所以即个部分若是掠漏，若是掠无好的时阵，这其他部分拢有可能漏出去啊。所以咱看到讲，这当然这专案认定的部分内底吼，这是其实是比过去更较严的。吼，所以咱看到这专业的这个能力内底吼，啊，甲人数的部分，因为咱即摆嘛烦恼一个部分，就是讲，虽然讲这个白领的这个人力。是来补充台湾的迄款就业的市场，但是会去压迫到咱台湾人家己的就业的市场哦，这嘛是有可能啊。所以陆委会伫这个部分内底，伊嘛爱甲其他的部会来做这个参详啊。你到底这人数到底爱偌济？啊，但是这个所在就是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会当做袂使讲。
哦，啊，会当做袂使讲，啊，所以咱看到讲，包括咱的委员伫即个部分顶头在替民众把关。啊，咱嘛有看到迄款亲像迄个吴建民老师，伊嘛长期在关心即地，但是因两拢在关心即地的时阵，咱看到有一寡人吼，有一寡有心的人吼，就是挑工甲因两个甲对立起来，啊，敢若分别去甲攻击了，结果因两个敢若就是伫网络顶头吼，就变做是敢若对立的部分，就变做分化的部分。但咱看到讲，其实不管是陆委会也好，还是迄个吴建民老师也好，还是委员也好，这委员其实拢是要顾咱国家的安全。咱的陆委会也是国安局、国安会，拢是要顾咱国家的安全，这是上重要。啊，咱人道救援内底，咱当然是爱责咱的力的部分。你袂使讲台湾，若是讲叫安尼叫弄倒了，这咱嘛无所在通去。尤其是吼，你像我家己接受一寡迄款来台迄款香港人，伊足济吼，伊嘛足讨厌你甲讲吼，你讲你是中国香港。这个部分，其实伊是足袂得，我都接受这个部分。伊感觉伊就是因为安尼，所以爱离开香港。啊，伊来到遮的时阵，伊嘛会惊，到底中共会透过渗透，还是搁其他方法，会对伊的人身自由来产生一寡威胁。所以咱看到讲，其实来人的量啊甲质。咱其实咱拢透过政府来做这把关的动作，所以咱一方面，咱台湾就业市场，一方面国家的安全的部分，这两个要哪会当平衡？这就是咱这个法的部分。其实我是感觉更较严嘛，这不是放更较零。但是足侪人讲啊，政府放水啊，其实无放水，其实这专案认定的这个部分，这4字吼，这就是一个把关的动作。我来解说一下，吴老师讲一个观念最重要的，就是讲这个专案认定吼内底。一当有几啊偌济人会当来，这政府会来掠吼，伊会当掠更较hạn。啊，这拄好甲线顶的林委员所讲的，其实是有对当的，就是需要更较侪讨论，政府对人民的解说爱更较有路吼。啊，我们现在接下来请教桑普律师哦，在这整个这个案子里头，我记得您有说过，其实您很支持对于这个。香港移民来台湾，或者是我们说难民也好，就是对这个忠诚度的审查，对于自由民主的这个信念这样子。那可是同时台湾有不同的声音啊，他认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台湾既然是个自由的地方，如何能够去钳制人民的思想？其实我们不希望政府用国家的力量对于人来做这种管制。那这样的矛盾和质疑，您怎么回应呢？我看到这个必须要对于观念秩序，就是价值观有非常大的审核，这个不能够不挑。那不挑的话，那我们凭什么标准来去甄别适合与不适合？是凭他的钞票比较多呢，他的权力比较大呢，还是他的专业比较好？我觉得光用这个水准来看事情，只是看到一个面。但是我们吸引专才来，也希望吸引到真的认同台湾的人来。我们不可以价值的、透明、中立的来看一切事情的，我们要有善恶观，会有好坏的分别。那所以吸引真的是适当的人才来到这个地方，一定要在政治上面有可靠的情况，要认同台湾。你认同台湾可以是中华民国台湾，可以是台湾，但是起码你要认同，你要捍卫这个国家不受中国的攻击。我觉得说这个非常重要，也。主动的要跟中国切断关系。是我看到有些立法委员提出这很多的建议，我觉得说，第一个，我衷心的感谢，台湾是一个活泼的社会，自由民主社会，行政机关做一些的一个措施，立法委员做出一些反驳，有疑虑，大家都提供宝贵的助力，会促成这个事情。我对这个法案尤其是这个针对手足的部分，我觉得说是非常赞赏的。那如果对于一般移民的部分，我希望说彼此可以求同存异，来去做出一个适当的情况，因为要吸引到人才，也要兼顾人道援助。那怎样做到最好？这个交给行政的立法部门来去决定。但有一点我们很清楚是，我们不可能说完全价值下旨一样不管价值来去吸引人才过来的，这个是不妥当。那尤其台湾这个地方要有这一个方面的认识。那以前有些说法，说我主张过什么难民法啦，说大幅度开放多少人的来，这个都是谣言。
那很多网络上的一些不实的一个情况，大概是有些假图，或者说不断带风向的情况，其实我们都用最大的宽容跟事实的澄清来做。我很怕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港人议题，尤其跟我切身的背景有关嘛，会牵涉得到三重的分化，一个是港人社群彼此之间的分化，一个是台湾人跟香港人之间的一个矛盾，另外一个是台湾，尤其是台派朋友本身的矛盾。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是冷静、谨慎，针对事情做理性的讨论，针对具体的条文、具体的政策做仔细的分析。如果认为现在有任何的制度上的问题，在国家安全认定方面不足不好，那我们要不要怎么精进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向。尤其这个很多的疑虑是真实的，比方说有立委去疑虑是中共可以打造符合资格的港人来台湾渗透，那这个不但是过去式，现在进行式，还可以是未来式。我们必须要好好去防堵这些事情的发生。政府有没有这个能力？那现在政府展现了4个关卡的审查，如果有不满意，那民间社会跟立委当然有权提出质询。那希望这个地方有清晰的交代。我觉得这个很好的这个理性的讨论是现在要做的。那我希望说整个会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好好讨论。那很多感性上的谩骂，甚至是有些对于这个从香港来这边的人的那个攻击或者怎么样，我希望说这个可以平息。我是非常心疼的，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不是这个用攻击这个方式来处理问题。或许有一天，10年、20年后，真的香港人会完全变成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但我所理解的香港人，年轻的一代、中年的一代、老年的一代所受的教育跟文化很不一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上海现在封控，每个人只是会敲锅，那香港不会啊，香港会上街啊，会有2019年的事情。所以香港人的勇气跟他的行动，完全是走出一个真正有良知、有勇气的人的表现。当然有部分的香港人就是蓝丝啊，我们说哈，就是那一些比较亲共、媚共的，会有这样的媚中的，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反应。但我们是一个慎选，就是我们全都不选，还是说我们要好好去面对这个局面，把台湾建设成为一个好的海洋国家，移民好好把关，不是没有关，要好好把关。官要有专业的能力，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跟国家的认同这3方面都要有清晰的认定。那你说言论自由、无国界、蓝绿都可以支持，但红不能支持嘛？那就是你亲中不能要有嘛？因为蓝绿是台湾宪政体制内的矛盾，但是红跟这个台湾是宪政体制外的冲突，这个冲突本身必须要去避免。让我来翻译一下，观众朋友，Sam 律师吼讲到2项最重要的代志吼，头一项，咱得吸引人才来咱台湾吼，虽然也是针对伊的专业，总是咱并无法度吼完全不管伊对自由甲民主的认同，咱爱去敬，这是真重要。另外，针对这边吼香港人来台湾这个修法的问题。Sam 律师感觉无应该真做，互别人使人的机会，尤其是中国吼，无应该做正讲咱台湾人甲香港人之间的矛盾，无应该互咱台湾台派中间产生矛盾，大家咧想骂，大家咧这个牛条来搭牛毛吼，这是Sam律师所讲的。最后，咱来请教线顶的林委员吼，敢会当请林委员吼来甲咱解说一下，就是即马执政党立委吼对这个代志的共识是啥物？以及另外吴教授刚拄则有讲吼，就是伊感觉即摆的这个办法吼，大家人有讲可能是放伤灵，总是伊感觉这是搁较严的吼嘛，请林委员来甲咱解说一下。好，这第一点就是像拄仔咱吴教授讲的吼，在阮本来知影这个咱讲这个办法进前，论委会出来就是迄个5年，
所以其实迄个时阵唔知影讲头前先有一个专案的审查，后壁佫有一个国安的审查。这个审查是你会当入来这个5年条件的人先经过审查，这个部分是进前大部分阮的委员拢唔知影的。所以讲，阮刚听到讲哦，头前先审查过。伊才开始有这个机会来入来遮来思考，这点我就较放心点嘛。这老实讲，吼，但是其他大家嘛，所以讲，咱上少在阮迄天甲农委会开讨论见面的时阵，甲伊面甲咱的嘛有内政部开会过程内底，迄内底有阮外交国防的委员，有内政委员会的委员嘛，有咱的这个司法委员会的委员，就是讲，咱是真侪无共背景的委员，拢会甲因开会讨论。大家拢有一个上重要的共识，就是咱因为咱去有中国迫害的这些香港朋友，爱甲因照顾，爱互因有机会到台湾安心留落来，这点大家是拢承认，大家嘛拢同意。所以讲，我迄时嘛要求讲，若讲是修法过程是要来帮咱遮，阮拢会甲因做伙来想办法，嘛会尽量互这个法律内底有机会讲来甲因按符合因的诉求。因为阮拄仔讲到的，你若这个伤令吼无够严格的时阵。你可能放入来，遮中国的这白仔会颠倒来伤害咱想要保护遮香港朋友，这点嘛是阮上第一点，就讲上重要要注意的代志。啊，当然这内底，这嘛是啥呢？我真同意咱拄仔上论述讲到，咱互相之间，咱嘛拄着讲最近一段时间有一寡对台湾较无友善的香港朋友讲的话等等，这物件嘛会伤害着台湾人的心情，所以彼此莫讲这种话来伤害，咱做伙来思考一个较友善的方法啊，较有路来处理这法案，我相信到尾会继续改改。